我哋專業嘅鋁窗師傅搬工具上車出發去青松中學進行鋁窗維修工程。到達青松中學，乘電梯先上高層位置施工，到各班房及洗手間拆下鋁窗，在走廊更換新窗架，更換新手掣，完成更換窗鉸及手掣，師傅進行上窗工序。手掣施工前、施工後，窗鉸施工前、施工後，工程完畢，妥善清理現場。施工時、施工後清潔走廊才離開。所有課室鋁窗維修完畢。